来台东的往来食客即摆嘛咧大出，永年每一年拢外销1万外吨，来创造着10亿以上的外汇。但是即摆拄着疫情，一来产量大，二来找无通路通卖，煞全来大排市，计销落到去年的一半，每公斤剩35块。高龙是真担心，规年的新货会怎乌有去？ 往来食客逐粒就真饱甜，都万来食客要包装卖出去，甲传统的食客比较起来，除了有较甜，佮带有敢若往来迄一般的口感来出名。台湾是全世界往来食客种上快的国家，台东竟然是有3000公顷。因为拄着疫情，就算收成真好，古龙嘛抢袂出来。对半砍了啦，因为疫情，伊都船啊，甲迄个货柜啊，冷藏柜啊。 丰收煞等无存班，往来食客90%拢外销，即马收的计销，敢若剩每公斤35块，敢若去年一半尔。海运货柜因为检疫问题，卡伫中国等等其他国家无倒转来，毋通抢船、抢货柜，含即个物件嘛爱抢。即嘛毋是无几啊，即嘛毋做纸箱的原料，真系欠发啦。即嘛要做纸箱啊，看今年。 大项拢卡条咧，互古龙挡袂牢，希望讲政府斗相共。县政府讲已经成立应变小组，将协调各单位赶紧将空的货柜调转来。不管是展售啊，或是行销、电商等等的各个平台，我们都尽量的推广出去。同步增加国内销售的比例，并且将部分古龙生产期调整到2月下旬，多管齐下，希望讲古龙的辛苦，莫付诸流水。